各位兄弟平安，今仔日是7月12，也是咱一礼拜又搁开始。望上帝来帮助咱，互咱会当逐工对上帝的话来得到帮助。特别今仔日是咱要决定是毋是有要搁继续即个三级的即个疫情的即个情形，所以望上帝帮助咱，互咱会当面对这疫情的情形，咱会当来得到透放。上帝甲咱，互咱得到一个平安的环境，互咱所伫的所在拢有大大的平安。咱做伙来读今仔日即段圣经，记载伫《使徒行传》21章27节到39节，《使徒行传》21章27节到39节。若是会使，请咱大家来掀开圣经；若无，请咱大家来听牧师伫遮来讲即段圣经。《使徒行传》21章27节到39节，《使徒行传》21章27节到39节。迄7日伫要满，对亚细亚来犹太人看见保罗伫殿内，就教唆众百姓下手掠伊，叫讲以色列人啊，来帮赞。这人就是迄伫逐所在教示众人攻击咱的百姓甲律法，以及甲即所在的，阁有带希利尼人入殿拍拉山即个圣的所在，因为因捌看见以弗所人特罗菲摩甲伊伫城内拍算保罗有带伊入殿，对安尼通城摇带百姓拢走来掠保罗，要拖伊出殿，才会门连面关。因伫要杀伊，有消息传到营内的千总讲，通耶路撒冷混乱，伊连面带兵丁甲兵种几若个行落去到因遐，看见千总甲兵丁，就停手无搁拍保罗。千总棍挖掠保罗，命令2条链绑伊，问伊是一罪，做甚物代志。众人一个发一款，因为喊发毋知迄个实情，就命令带伊入营盘，已经到徛仔，因为众人下课真凶，兵丁就将保罗插上去，是众百姓对伫后面，叫讲甲伊除去。保罗互因带去要入营盘的时，对千总讲：我一句话甲你讲，通吗？伊讲：你捌希利尼话吗？你欠毋是迄个埃及人，前日去了乱带4000个凶手出去旷野的吗？保罗讲：我是犹太人，出世伫基利家的大叔，是出名的城的百姓，求你准我对百姓讲话。阿们，愿上帝祝福听伊话的人。亲爱兄弟姊妹，咱今仔日所看到这段圣经，是保罗先生被掠伫耶路撒冷的时所发生的代志。咱若看见进前保罗先生伊要入到这个耶路撒冷去的时，有真侪人为伊祈祷，真侪人也苦劝伊讲毋通入去到耶路撒冷，因为伫遐有困迫要对着伊。总是保罗先生无因为即个困迫伊来惊吓，伊犹原勇敢来向前行，因为伊望会当去到即个罗马的皇帝遐来向罗马的皇帝来讲起福音。保罗先生伊家己是罗马的公民，所以伊望会当透过伊的身份，会当来对着皇帝来讲着即个福音。所以对着今仔日咱所看到的圣经，咱所知影即段圣经内面，保罗先生伊勇敢转去到即个耶路撒冷的时，却颠倒真侪人为着即个保罗先生，因为伊传的福音，为了来杀伊。所以咱今仔所看见保罗先生，伊伫即个罗马伊要去罗马即条路检采，这是伊家己的自愿。总是自愿无代表讲就会当犹原平静，也是会当顺利来行。
伫即个内面，咱就看见有真侪人要来抬伊，要来拍伊，总是上帝透过即个千总，咱就伫圣经内面时常看到千夫长，也是即个百总就是即个百夫长，因遮的官员，因遮的即个军官来救着即个保罗，所以上帝透过遮个人来拯救保罗，互伊免受到遮众人的杀甲迫害。所以，亲爱兄弟姊妹，欠在咱的人生有真侪人会来陷害咱，欠在有当时咱表现真好，欠在咱有当时要传福音，欠在咱有当时要人来讲福音的代志，颠倒互人来拍、来礼骂，甚至无人来接受。总是上帝透过咱身边真侪人来保护咱，望上帝来帮助咱。保罗犹原冷静伫迄个时间，总是这百姓伫遐后话的时，伫遐大家要来攻击伊，但是保罗先生犹原冷静伫迄个所在。所以，亲爱兄弟姊妹，望上帝帮助咱。随望即个世界，即个世间真侪，互咱会摇错、会着无爱代志，总是上帝互咱看见。保罗先生伫遮个攻击，真侪人要来杀伊、迫害伊的时，伊犹原冷静伫上帝面头前，伫众人的面头前，因为伊知伊有一个目的，就是要来传主的福音。望上帝帮助咱，互咱会当参像保罗先生共款，虽望有外在真侪的迫害，总是咱犹原坚定咱的信心，来仰望咱的上帝。望上帝来帮助咱，平安。